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埋邊浪漫勇士啊應聲彈出㗎啦，中間有嘉應傳承啦，咁啊響埋邊仲有發財先鋒啊，外邊位置咧就右龍串鳳啊，最出仲有知足常樂啦，但係喺外邊慢慢壓入嚟咧，仲有安晴啊，中間黃衫啊當年情啦，內欄黑衫啊跟斗雲啊，暫時後邊嗰三匹馬分別有呢隻安宇啦，尾位置黑衫係非為僥倖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咧係嗰隻標誌5字嚟㗎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咧係知足常樂嚟㗎。跟住喺第2位就右龍串鳳啊，內欄第3嘉應傳承啊，咁啊跟住個第4位係發財先鋒啊，外邊進佔第5啦，紅衫白帽就安晴啊，內欄位置6-3，跟住個第6啊係浪漫勇士啊，再後邊嗰5匹馬分別有當年情跟斗雲啊，尾3位置係非為僥倖啊，尾紅衫係安宇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標誌5字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1000啊，前面放嘅馬咧都冇變過，知足常樂仲係佔先咗少嘅右龍串鳳喺外邊啦，埋邊呢仲有呢隻嘉應傳承啊，守住第3位啊，第4位發財先鋒，第5位紅衫安晴，埋邊第6就係浪漫勇士啊，再後邊嘅嘛有跟斗雲啦，外邊上咗少少呢，仲有非為僥倖，中間夾住黃衫大約尾3到啦，就當年情嚟㗎，尾隻安宇啦，暫時到後仍然係標誌5字嚟㗎，好啦，差唔多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都仲係知足常樂佔先嘅，嘉應傳承開始側出嚟呢，慢慢上㗎啦，外邊位置有右龍串鳳。浪漫勇士攞出去外邊6-3嗰匹啦，再見到最出嗰邊有發財先鋒同埋非為僥倖啊，中檔穩位追從安宇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好似神操咁啊，咁啊輕輕俾幾步，而你已經知嚟咗，但係後邊嘅對手2個身位，發財先鋒第2位埋邊打上嚟噶嘛，仲有跟斗雲啦、安宇啦，最出上跟嚟呢，仲有隻當年情標誌5字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好輕鬆神操姿態贏出呢場中銀香港馬會杯啊！咁啊，至於第2名嘅嘛，幾隻馬相當接近啊！呢隻浪漫勇士認真厲害啊！厲害在今場賽事，其一係真係收腳神操姿態贏馬，而呢匹馬亦都喺日本遠征之後翻嚟，第一場即刻贏，為下個月舉行嘅國際賽打響個戰鼓。